清晨5點，香港電台由許敬軒報道新聞。美國聯儲局維持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喺3.5至3.75厘不變，符合市場預期。經過之前連續3次減息之後，今次暫緩減息嘅步伐。聯儲局官員以10-2嘅投票結果決定利率按兵不動。投反對票嘅理事沃勒同米蘭傾向減息0.25厘。會後嘅聲明話，經濟活動一直以穩健速度擴張，就業增長仍然低迷，失業率出現一啲穩定跡象，通脹仍然略高，經濟前景嘅不確定性仍然高企。聲明又話，聯儲局致力於支持充分就業，並讓通脹